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好，平安。老师，最近台湾有地震无？最近有啊。嘿啊，你知影迄个最近世界拢咧讲诶，是一个国家叫做缅甸。嘿，伊地震吼，结果边仔迄个国家，就是我以前住诶所在对无？观众朋友即阵搁住伫遐。一个地震，结果是边仔国家诶厝倒去诶，这嘛是啥物原因吼？所以吼，我最近听讲泰国足侪人有足侪栋诶迄个啥物管委会啊，甲因讲吼，你即个厝先莫住哦，先去外口住饭店哦，因为这可能有危险哦，安尼，因为伫迄个泰国诶所在是毋捌地震过，对无？嘿，结果即届地震吼，毋是敢若动一个所在尔，咱想足侪所在拢咧动，嘿，毋是敢若台湾咧动对无？毋是真诶山咧动，是下内面海内面咧动，来阁有迄股市嘛咧动对无？全部做伙动安尼，所以咱今仔要来看一个足水诶所在吼，伫斯洛伐克，咱今仔要。搁走转来即个北平遮吼，老师有去即个东中路石洞啊吼，中路吼，嘿，去内面有看有翕而且这翕相吼爱搁交钱诶哦，你若要翕相爱另外交10箍，所以观众朋友你爱看到最后，安尼较值回票价对无？你要趁10箍安尼嘿。今仔日咱要讲到即个足水诶所在，嘛是有一个足奇怪诶所在，对无？咱要讲涂骹啦，咱前届讲天空，今仔日讲地下。真该飞去顶悬啦吼，即阵要讲下骹有啥物奇怪诶代志吼？是毋是会当迄火一直烧，佫有即种代志哈？我嘛毋知影呢，观众朋友知影无？世界有一个所在火一直烧袂停安尼。听讲放100火了后，佫一直烧50几冬，对无？这有厉害诶吼。所以咱今仔日要为这是我即阵住遮啦吼，首都。对，首都去到迄个山顶诶所在。对，迄个所在叫做贝利亚斯卡。咱今日最后要来看涂骹啦。涂骹咱讲地狱伫涂骹，天堂伫天顶啊。地狱内底你看涂骹内底水，这地下水哦，即条水是伫山洞内底诶即款诶水。你看起来足好啉诶，应该是会啉。足清诶水，足清，清甲真正真歹看得遐尼清诶水。是。咱先来看圣经啦，因为我要对圣经来了解天堂甲地狱迄个吼，还是讲地狱拢会使讲啦吼。是要安怎来分别？你诶概念是安怎？我迄阵想讲天堂甲地狱可能是差50公尺，毋是500公尺。500公尺。其实无可能啦吼。今仔日我才知影讲，我毋是安尼。咱来看圣经哦，圣经写诶哦，启示录9章20。到伊开无底深坑，就烟对深坑冲起来，亲像大火炉诶烟。日甲空气拢因为深坑烟就暗，所以咱知影深坑涂骹有烟冲起来，有火炉咧烧啦。咱知影涂骹哦，是地狱嘅所在哦，烧袂煞。这是伫圣经最后一个启示录内面写。最后一本内底所写诶地狱嘅一个样。咱来看创世纪。创世纪是第一本，这是第尾本啊。最后一本是第一本。第一本伊安那写讲，当那600岁2月17日，迄只深烟的水源拢离开天也破开，就是讲迄一日，迄涂骹吼的涂骹的水就冲出来，来天顶个落雨，所以40暝日水就中到山顶。那船就从浮起来，
咱知影讲涂骹有水，涂骹佫有火，你敢有想讲是哪水甲会袂甲火拍花咧？对啊，水火同源，这奇怪水若用化学个成分是叫做氢甲氧吼，有无？H2O，水火两款拢共款。有一个叫做地狱个门，伫土库曼的土库曼的内底有一个所在有一个洞，一定烧54洞啊。原来本来是俄罗斯的科学家讲要去探汽油结果伊遐煞地狱含落去，就有款毒气冲出来。大家就想讲，这毒气可能对人类还是野生的动物有害，所以就要讲甲点火，讲差不多几日就烧了讲点火，点火就开始烧，结果烧到今仔日还搁咧倒150几吨啊！所以这个人叫这个所在叫做地狱，地狱个门地狱个门。这是所以咱知影讲涂骹真正是有火在烧，像火山若爆发的时，迄个真大真这个气就飞出来，对迄个涂骹冲出来共款。真正的呢，咱的明辉朋友来啊，伊讲上帝创造的，毋是咱会当了解真正。这是会吼。咱无法度，无迄个智慧，通去了解伊的创造。是，毋对。有观众朋友去看过这无？可能这真正想的是油弹内面一直烧袂停迄种而且迄个本来有开放互人参观吼，因3当前咱想关起来无要互人入去毋知影啥物原因所以咱涂骹呢。若有火，佮有水，来圣经讲着天顶参涂骹，咱来了解天堂甲地狱。你以赛亚书14章14节，而且写讲，我要上到比云较悬的顶面，我要甲至悬的平顶，这是魔鬼讲的啦，撒旦啦。伊讲我要到云的顶面，甲迄个上帝平等，上帝伫最悬的所在嘛，所以咱知影最悬的所在就是天堂嘛，来，但是总是你要对着阴间到深坑的极头，但是上帝讲伊要对着伫阴间伫倒位伫地底下恁涂骹，深坑的上深的位。这是咱知影天堂啊地狱是毋是伫遮有分啊？来路加福音的16章23节，讲伫阴间痛苦的中间，行目远远看见亚伯拉罕甲列撒罗伫伊的形前。我先来讲一个故事啦这个路加福音16章内底，这个故事是讲有一个好家人，甲一个乞食。迄个乞食伫好家人遐真艰苦，想要捡伊伫桌顶落落来迄个朋友还是讲什么话通指俾？我的是啦总是后来2个人拢死啊。当然年岁到的，迄个乞食也死，迄个好家人也死啊。死以后，就到倒位诶？一个去亚伯拉罕遐，一个去地狱。地狱迄个人就开始看，伊就看到远远看到亚伯拉罕甲列撒罗伊就拜托讲，我的主啊，因为亚伯拉罕是伊的祖先嘛，伊的祖公嘛，讲我的主啊，我伫遮真艰苦，你叫列撒罗往井头尾运淡薄水来，互我凉一个水，因为伊后悔咧烧的水真艰苦，真大，讲运一个水来，互我凉一下。伊看到咱遮来想我阵来想讲，那安尼天堂甲地狱看会到差不多500公尺。
哦，更较远你看袂到啊。可能一条线尔呢吼，可能哦。其实敢是安尼，咱若今仔日咱若知影，毋是安尼啦，因为肉体会限制，甲灵魂无共款，灵魂看真能像讲咱即摆老人爬去个月亮，太空人来讲，伊爬去个月亮，是毋是咱随看着？即个古灵种，有人爬去天顶，老师会当随看着，目睭千里眼哦。毋是，咱的网络嘛，就会当看着。当然，咱要用灵魂的是无受肉体限制，一定更加厉害啦。迄毋知用啥物，迄毋是讲有字款评，毋是迄个代志，可能拢毋免声就会当看中啦。所以天堂甲地狱差偌远咧，差无安尼远啦。对，我要讲一个，因为咱诶最近，咱拢有看一个新闻，讲本地有定8日，迄个太空人8日就要转来，结果从啊无车人载转来，从啊定伫外太空变偌久，变9个月，伊转来时就咧见证啦。咧见证，伊就是用这段圣经啦，用这段圣经咧，诗篇139篇的7到10节。因为我看伊的见证用这段圣经，所以我提出来咱公家来看吼，讲伊基本讲我要去倒位闪灭你的神，我要走去倒位闪灭你的面。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困伫阴间，你也伫遐。我若天开清早时，飞到海的尽头来徛起，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你的正手也要带我。就讲你无法度比较互上帝看袂到啊，所以伊伫外太空迄个叫做，毋是有一个叫做维莫尔62岁。有一个查甫，有一个查某嘛，迄个查甫诶，伊就这是伊诶见证啦。伊就伫遐就祈祷，伊本来足孤单，因为袂当转来，毋知影讲偌久。本来一礼拜就要转来啊，那会一礼拜1个月个袂，1冬个月，无啦，几啊个月过去，几啊个月拢袂转去。所以伊就真惊吓，真失望。有人会当去找这个故事。伊若祈祷的时，就感觉自由自在，所以感觉伫遐就无孤单。当伊祈祷的时，上帝就甲伊伫咧，伊就真安心哦。知影因伫外太空伊一日爱射地球几届，一日爱射地球16届啦。安尼伊的速度是足紧的是一日射1届地球，安尼就足远啊咧。伊射16届，看迄速度偌紧，所以咱伫即阵来思想天堂甲地狱嘅代志嘅时阵，袂使用咱肉体所感觉嘅来想。迄个咱袂当安尼想，咱圣经甲咱介绍嘅是讲，迄个艰苦嘅是地狱，迄个看我嘅是天堂，上帝的天堂地狱会当看到天堂是啊，会当看到，毋过你袂当过去。比如咱就甲回答讲无法度，阮无法度去你遐，你也袂当来。所以讲你讲拜托粒沙罗运一寡水来，互我吸淡者，这有咱无法度啦。这是这段故事。所以人人类都爱去天顶因为想讲可能离天堂较近那款，结果咱想无呢？你看你无论去到底其实拢会当看到上帝毋免坐去外太空对无？上帝迄个距离来讲，无时间的限制，甲无距离的限制。是，所以你若有闲当去找迄个故事来看。比利安斯卡比利安斯卡的洞穴的伊是伫塔特山脉一个上界大的钟乳石的洞穴，伊潜入去地球的内底。伊内底的路安尼
安尼翘过来翘过去，个悬悬低低哦，真内底有哪会8条腿悬悬低低。是，迄个洞是126年才互人发现，以前是无毋知哦。来184年诶时就开放，开放迄阵内底无电，你若要入去爱举你诶手电去照光。毋过即阵已经有电，内底拢有电火。196年以后，内底有电，有电火咧照光，所以就会当伫内底看较清楚。迄个洞是伫海拔，就是890公尺诶所在，伫山顶啦。迄个洞有1公里7啊，1752米。若要行了爱70分钟，就讲你入去，行到你踅出来70分钟久。个平均温度意思是讲内底若足寒诶天气入去是烧烧，袂讲零下迄个温度。若外口30度、20度足悬诶温度，伊入去有哪是冷冷。所以伊诶温度真适合啦。有人做医疗就讲有人袂堪你伤热伤寒，踮遮可能就是医学内底有一款路用会当保持。而且因虽然伊是5度，但是无风，所以袂感觉足寒吼。你若伫欧洲，你就会发现伫遮若无风诶时，佫有冷是足爽快啦5度差不多。但是伊迄是内面诶伫内面是看无太阳诶，看无日头诶，遐尼长，爱行70分钟才行会了呢。这门票以外，你若要翕相，爱搁交钱诶安尼。所以等下当看到老师翕诶伊内面佫有，因为有足侪款诶，看无共款诶场嘛，场景所以洞内有叫做有回音诶效果，就讲你讲话也都嗡嗡嗡一声回音诶效果。而叫做音乐名做音乐厅啦，音乐厅。有时个名做樟树厅，因为伊像迄樟树啦。佫有因每一当8月拢伫遮举行音乐会，而且有举办音乐会啊。因为内底声音回音足大，因为声音无法度探到袂当扩散，就合伫内底，所以声听起来是较特殊较无共款。所以伊内面佫有这音乐会，这我毋知影呢。我会记我有去过，但是听无伊咧讲啥，爱请一个翻译的因为讲斯洛伐克文对无？内面足水的你想去另外一个世界安尼。你看这个人遮尔细，来这个是真大一个洞拢像音乐厅，还是讲什么厅什么厅，像迄人诶建筑是，那像去内面会当看到无共款诶世界这是款艺术的。这是上帝另外一个画作，对吧？有顶悬佫有垂落来钟乳石有垂落来，下骹大起来，咱叫做石笋。像迄笋啊。伊是涂骹大起是顶悬的滴水的啦，一直滴，然后慢慢贴起来。对，是。贴甲袂是像比萨斜塔。这厉害这滴水会当滴甲安尼，滴甲安尼像滴甲安尼，像一个塔安尼是。像足水的艺术作品。伫台湾嘛是有对无？台湾嘛有对规模无遐尼大。对，这真正足大咱看这个人，其实这个人是1点仔尔这可能在相片看袂出来，爱看比较较知影。你看顶悬这个楼梯对无？这是人是1点点伫遮。人伫楼梯咧行，拢看无啥有。看无人新诶。
是，所以这是足大诶吼，你爱去来到遮，你遐看有诶吼，这就是咱讲诶笋啊，对吧？伫台湾嘛是足济吼，意大利其实嘛足济啊吼，伊会看袂了，还有瀑布呢。有瀑布，足成啦，足成有瀑布。是。即个因诶名做比萨斜塔。比萨斜塔，有成。因为伊遐看起来是一个塔诶形嘛。观众朋友有看过无？伫泰国那时候嘛有呢，泰国嘛是足济洞吼，有一个洞个。台湾叫做水墙吼，像水墙，水墙落来。对，会记足济动静吼，佮因为一个迄个足长诶，迄个洞对无？有人有几个囡仔去互关伫内面吼，国际救援，毋知影大家知即个故事无？真无简单吼。所以咱即阵先来看老师翕的即个影片哦。有即个饭入面。斯洛伐克的塔特山顶内面的一个洞，叫做贝利昂。咱的朋友讲马来西亚的咪走屁子，义乌洞、珍宝洞迄种的，所以就是所以所在嘛无遐尼光吼，爱家己用迄个导游，伊会用一个迄个帮你照吼。是弯弯翘翘对无？楼梯个落去，老师是做守规矩的，老师有负责，有交钱，有的人无交钱偷翕，所以老师会当翕较济。人足细对吧？
which is 26 meters deep. Walking upstairs, we will reach a cone-shaped 160 centimeters high stalagmite called the Wonderland. It was named after the original glacial lifeblood of water. Next, we will ascend to the high dome, where we will stop for a while. 所以伊是，这就是拄则看到的水。这应该是无好行对无，老师？看迄路毋是白。所以你会看这个摄影机慢慢晃动，无啥稳。你爱爬楼梯啊，爬楼梯你袂当白白。楼梯而且爱做细腻，因为重重。在一边，老师为着要甲咱翕这，对无？会冒着生命危险。怎啊上落地角？真正上落是蛮烦的，伊这拢有保护啊，做甲做好的，只是讲爱细腻行路。真正足大诶吼，这敢若一点点仔尔。所讲诶吼，上帝创造，伫做细所在你看到诶时，你会感觉，你会当讲俄罗上帝。连无相信的人拢会无相信。无相信上帝的朋友，看到这你有啥物想法咧？是毋是？今仔日对即个地甲天啥物？地甲看天顶为涂骹讲较天顶对无？嘿，咱明辉讲泰国嘛有啊吼，只是细细，只是世界有足侪足水诶所在吼。今仔观众朋友爱记家己饲一个赞，因为咱拢是咩啦？去毋是选择去地下诶人对无？咱拢选择天堂诶人。天堂诶人。老师要安怎去天堂啊？就爱对耶稣行就对啊。对耶稣行，就会当去天堂。好，安尼真多谢老师那个观众朋友来捧场吼。希望咱的世界吼会当伫地动的中间找到上帝，对无？因为无论伫对吼。
伊拢伫诶，伊拢看见吼，咱拢会当知影讲，伊永远疼咱咯。若毋捌上帝诶人，欢迎你到附近诶教会来熟悉阮诶上帝吼。伊做愿意来帮助你。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澳洲2:10，台湾8:10，泰国7:10，佮做伙来讲故事。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平安。